Yo，薩瓦迪卡！嗱，近日咧我嚟咗泰國啦。嚟泰國之前呢，我就喺 Thread 見到有香港人介紹點樣可以快速過關去到泰國。咁當日我來完機就跟住呢篇文章，嘗試用呢個方法去過關。哇，原來真係超快，2分鐘可以過關。咁另外啦，亦都見到好多香港人啦或者旅客係打晒蛇餅咁先可以入到境啦。咁究竟邊樣先可行呢？究竟作為香港人嘅我哋，點樣可以用到呢個依度過關2分鐘就可以入到境呢？即刻睇晒呢段片啦，幫緊你。你落到機之後啦，會有2條隊俾你入境嘅，一邊係貨旅客，一邊係貨泰國人用嘅。咁而我哋香港人呢，究竟要排邊條隊先啱呢？就係要排泰國入境嗰邊啦。點解呢？我哋先可以咁快入到境呢？因為排呢邊嘅隊，我哋會有部依度係俾香港人同埋新加坡人用嘅，咁就唔使再同人逼排晒蛇餅嗰條隊。咁事前點樣先可以用到呢個 function 呢？就只要 passport 未過期啦，去過泰國1次啦，用呢本 passport。咁但係點解咁少香港人會知道呢條隊呢？至關就係因為出邊排隊嗰時又會有個工作人員攔一攔你。咁另外啦，如果你揸住香港 passport 俾佢見到呢，佢一樣會攔住你，叫你去翻旅客嗰邊嘅。所以呢，大家有一個共識呢，就係當你去排嗰條隊嗰時候，唔好揸任何嘢喺手上，連香港 passport 都唔好揸，就直接俾啲信心行嗰條隊。你入到之後，咁個世界就係你噶啦。你會發現入到去之後，就好似喺迪士尼揸住個 Fly Pass 一樣，一路直衝到。咁呢嗰條隊呢係長期都冇乜人嘅。我今次一落機呢就行咗嗰條隊啦，我前面只有1個人排隊，而我今次過關只係用咗2分鐘。咁最後你行去嗰部機度就知攞個 passport 印住加打手指模人埋 Face ID，咁你就已經過咗關，超快呢個過關系統。咁我就喺上網睇翻點解啲人會攔住唔俾人入啦。佢哋就話呢，唔知係咪啲工作人員唔想咁多人知道有呢個咁快捷嘅入境方法啦。而我都唔知點解係有呢個原因嘅。明明係嗰條隊係 for 香港人同新加坡人用，因為只要我哋揸住 passport 行到嗰條隊啦，入咗去之後啦，去到最尾就會有一個係專 for 香港人同新加坡人用嘅依度過關。所以我覺得呢個資訊性呢係個人都要知嘅，即係所有香港人去泰國嘅人都要知道，行右邊嗰條隊呢，泰國揸 passport local 嗰條隊呢，就係 for 我哋香港人依度過關用嘅。如果嚟緊去泰國嘅你或者朋友，即刻 share 俾你睇，超級有用呢個方法。咁今日分享係咁多，拜拜。